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昌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北港朝天宫元宵晚会众星云集，金曲歌后张秀清，菜馆的我上爱，金曲歌王荒山亮，不准你爱我，你千万别爱我。众多人气歌手都在这里，超甜 CP 组合，咱的爱情永远健康。常胜魔王苏有容，还有大阵仗的精彩演出。爱你哟咦哟咦哟咦，爱你哟咦哟咦哟咦，我就是不放弃，不认输。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2025北港朝天宫元宵晚会正式开始。千江水，千江月，千里旁，千中山，千里江山我上水。万里花，万里声，万里树，万里烟，万里风霜，我上要骄。什么款的杀气，什么款的角色，什么款的枭雄。别阮牵马对风尘，什么款的爱情，什么款的对路，什么款的温柔，予阮日夜拢想你。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如今拢演在起，拍谱啊！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后面的朋友，还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手来压。还有走回来，演起来。遐尼大声对我讲话，乱如恁的心豆腐做，会为你破碎恁又占地位。全部的朋友一起来了！对着你的心，对着你的人，对着你的情，对着你的无讲理。来哟！还过一世人，心肝愈苍苍，找无手来压。你们的声音来哦！演起啦！莫讲遐尼大声对我讲话，乱如恁的心豆腐做，会为你破碎恁又占地位。尖叫声！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昌宪，我是许志豪。哇，14档啊，14档红人榜总算是回来，咱的北港乡亲，你有想阮无？哇，真正哈能够再次回到我们的北港朝天宫，所以咱下音哈一定要穿较澎湃。看到那个节目，好大家欣赏。而且我们今天的打扮，我们就是要介绍北港的特色，就是真人一格车。拄啊，美玲姐讲了无唔对，所谓的真人一格呢，某一款讲法叫做扮身。咱三个人今天就是扮身呐。我三个头一届扮身。另外，像那个少年的讲法是不是 cosplay？ cosplay， yes，啊，你像姐啊？是。
你本身嘛是一个角色，是，我是麻姑献寿，很熟啦，就大家在场的所有朋友拢会使灯会寿。来破个香港别人节歌假巴黎吼，赞，唱宪歌你唱是我咧，一起哪吒，而且是新人的啦，我会记得我10几当前坐伫个购车顶管，办的是迄个咱少年的细汉的迄个咱的路车，所以是这么大汉啊，我大汉啊，是讲你这个新冠为国中开始就捌增加过哈，多谢你你是啥啦？你什么是？我是李龙神，破个香港二郎神呐！哎呦，阮三个安尼算讲心意十足啦，有符合着咱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对啊，因为其实吼，咱艺国以早社会，全台湾各地拢有啦。啊，毋是亲像即摆看到电动的，拢是真正亲像咱讲的，拢是真人艺格。现在师傅拢是足讲究的，服装、灯光，就像是移动式的剧场。所以吼，咱大家一定要来参加感受一下。而且呢，也这个糖果、饼干吼，不是机器人给你等的呢，那是真人，它是真人等的呢。哎呦，可以跟这个现场的群众互动。所以吼，那全台湾人。就是讲啦，咱这世人一定要来一届参加咱北港朝天宫的这个艺格的这个缘由，对不对？3月19、20一定要来参与一下，食一个甜，食一个平安呐。对啊，话讲到这吼，我相信大家拢当感受到，讲咱3立第1台超级红人榜哦，生意十足。是，今日暗时啊的整个演唱会，咱邀请来的卡司，哎呦，嘛是真棒大牌的啦。小讲一下啦，来为各位邀请到咱的金曲天后张秀清。金曲歌王荒山亮，我们的台语天王江志峰，最受欢迎的森田 CP 组合。当然，还有我们红人榜的歌手陈梦贤、翁玉君，够真侪厉害歌手等你哦。好的，马上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的特别的一个嘉宾，也是我们的大家长。我们欢迎的是北港朝天宫的大家长蔡永德董事长，还有我们有请展退当干叔好平台。我们掌声来欢迎以上每位来宾，好吗？欢迎大家，谢谢。我们现场我们云林县的大家长哈，我们张立善县长，还有县府所有的团队哈，我们石墨烯哈，郭董事长，还有我们肖镇长。黄美兰主席哈，所有县市代表，所有妈祖婆的囡仔，元宵节快乐！快乐！朝天宫吼，每一年吼，的活动吼，会使讲吼，所有庙宇上济啦吼，尤其去年吼，特别的有意义的年份吼，330周年吼，我们带着妈祖吼，到美国、到日本吼。去到这个市府哈，今年又迈入331周年哈，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哈。首先呢，我是这代表哈朝天宫董监事会哈，祝福哈，议会所有贵宾，所有妈祖婆的囡仔，在新的一年哈，什么都好，什么都吉祥如意。今年第一场的法会哈，也为哈我们整个台湾来祈福哈。当然哈。今天特别爱感谢哈，除了我们每一年哈，我们的县政府哈，不管什么活动哈，都给我们全力支持了哈，表示感谢哈。那么感谢哈，今年我们石墨烯董事长哈，我们郭董哈，也特别赞助我们的晚会哈，大家感谢你哈。我们话不用讲太多了哈，在新的一年哈，朝天宫将会哈，在崭新的一面哈，会更上一层楼哈。献给大家，感谢妈祖婆吼，来听惜，互咱会当吼，每一年吼都做聚在一起，嘛搁一拜祝福吼，大家拢会当吼平安如意，感谢，谢谢。谢谢，好，请留步。我们刚才是北港朝天宫的大家长，是，婚姻观的大家长，好，马上给请起来，我们欢迎张县长，有请张县长，还有我们的团队哈，一起跟着县长上台啊。我们北港朝天宫，我们非常敬爱的我们蔡永德董事长，以及我们副董事长，以及所有的董监事。那云林县政府我们的文管处陈碧君处长，以及我们社会处的林文志处长，还有警察局非常重要陈瑞君副局长。那以及今天在场来自全国各地，还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大家新年恭喜，元宵节快乐！好。今天非常感动哈，因为呢，我们从1965年开始呢，北港朝天宫自己独资举办了北港灯会，到现在已经历经了一甲子，甚至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就是台湾灯会的原乡，
就起源于北港的灯会。所以呢，2003年台湾灯会开始到现在，今年非常难得，在我们朝天宫蔡董事长的建议之下，今年的台湾灯会呢在桃园市来举办。那我们的观旅局的这个局长啊，在昨天已经来取这万年的灯火，希望这个台湾灯会每一年呢都要回来到我们北港朝天宫取这个万年的圣火，好不好？哦。代表这个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也期待台湾灯会能够举办的非常成功。刚刚我们董事长讲去年是330周年，那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330周年，我们蔡董事长带着所有的董监事团队，不只是呢在台湾海内外超过3000多个分灵，包括到日本、到美国、到梵蒂冈，跟我们方济各教宗呢来共同祈福，为世界祈福，希望世界能够和平。这就是代表我们北港朝天宫妈祖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这样的一个精神所以呢，我想我们是妈祖的囡仔，咱爱本着妈祖的这个精神，然后所以呢，这个北港灯会，我们云林县政府是全力的支持。所以从我们上任以来，北港灯会年年获得国际的奖项。到现在北港灯会越在地越国际。那我想呢，今天呢，我非常感谢我们朝天宫在大家的这个支持之下，哇，这个演出的这个阵容非常非常的坚强。那今天大家好好的观赏今天的这个表演，所以来拜妈祖、吃美食，通通要到北港，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来到北港，咱绝对不是简简单单要唱几条歌尔，咱是有设计。对，当然，因为咱红人榜就是比赛一个歌唱节目嘛，所以来到这一定要有一个主题。咱的考题就是婚林，破个声声鼓励一下。而且北港旧地名本港嘛，伊早是一个真重要的渡口。不管是大航海时代，还是讲近代农业，都有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所以咱今仔日就要用婚林来设计主题，甲设计伫歌曲内底，就看遐选手安怎来发挥。评审呢？今日在座拢做评审，安尼好不好？有啦，加油棒给敲出来看卖啊！一只白色的，一只红色的。我们先来示范一下好了。示范一下，因为每一起周耍一定有红白，那我这边就代表白。你白色，对，你是白色，我是白色，我红色，还是你要换？好，投票之前先把白色吐我破。甲红色个单挑。喂，较公平啦，好不好？我咱来试看卖哦。嘿，您感觉今仔日昌县办这个李老车较缘投的就举白色，感觉一般李龙行较缘投的就举白色。我讲错了，举红色。所以你安尼投假波。好，来3、2、1，请投票。哎呦，刚才一句话当形容尔，红彤彤，你是目睭脱汤，明明就是白较济一挂。无，一半一半。安尼大家会晓无？会啊恁现在最重要的呢，因为恁的投票会影响到这个队伍。会当抽到红包无？红包啊！1万块。哇！好，安尼咱第一组，咱就先请咱的邀请咱在地婚林人。哎呦，破我声先甲吹咧，让我们欢迎台湾药王蔡义德以及他的女儿蔡多多，有请，欢迎他们。元宵节快乐！好歌不间断，超红歌手唱给你听。爱行袂到站，听说两个人将厝分西东。热情风雨，请你跑。工课到做好比拼汉草，你我才是最佳的男主角。好歌一首接一首，让你听不完。你们的手，你们的手。元宵节快乐！ Hey boy, get around to me, let's make a vow. Give me love and joy, tell it right now. 有缘拄着你，有缘拄着你。目睭一年一年又过去，无好的代志，因
袂记。事事着赶开，每日笑眯眯。生命唔通浪费，健康是第一。人生 happy， 健康是第一。世界若有爱，甜蜜甜蜜蜜。世界有你，实在好运气。有我有你，实在 happy， 人生 happy， 健康是第一。世界若有爱，甜蜜甜蜜蜜。世界有你，实在好运气。有我有你，实在 happy， 人生 happy， 健康是第一。世界若有爱，甜蜜甜蜜蜜。世界有你，实在好运气。有我有你，实在 happy， 有缘拄着你。有缘拄着你。爱心，谢谢多多，你去准备你的装备哈。稍等我一下哦。谢谢。接下来我要带这首歌哦，大家蛮熟的，因为大家吼拢马做一下心头吧。我今天带这心头吧无同款，一般都是我独唱。来，欢迎蔡多多小提琴跟那个心头了，谢谢大家，谢谢。船若要靠岸，着爱做灯塔。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甲阮情，我若送你心痛，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活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吧。若要靠岸，着爱做灯塔。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甲阮情，我若受你心痛，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活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
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我分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愿什么疼，搁较疼，嘛是因为咱拢是妈祖的心头肉。谢谢心头吧，谢谢现场，谢谢大家。蔡多多，小强哥好，豪哥好，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真的，我认识蔡大哥好多年了啊，很多年。这个蔡大哥的人生故事我不用多说了哈，你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而且谢谢他的奋斗的过程跟他在社会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没有啦，我是一路走来哈，嘿，妈祖保庇啦，好啊，平顺。我若讲了妈祖保庇，所以恁婚姻在地一定非常定来遮行大哈。对，我就住在这附近而已啊，就这附近而已。我在这边有一个市府啊。哦，是啊。对。我若用这台应该1礼拜就到位啦。但是若使我的车应该是5-6分钟、10分钟以内应该到位。所以讲北港嘛算是你的故乡。当然是今天哦，非常感谢啦。朝天宫哦，我们董事长还有所有的好朋友邀我回来唱歌啦。回来唱歌真的很开心呢。而且这几年呢，因为蔡大哥有一点点渐渐的哈，把重心呢放在栽培他的孩子哈，真的多多大大小小的场合出道2年了哦，他自己很努力了，对，他是走那个唱跳，没办法，我是云林的小孩啊，对不对？给自己云林人的掌声鼓励一下。哦，不错哦，这搞呢，这搞，就都讲那小提琴嘛，自己 Q， 而且会跳舞会唱歌。新专辑已经发了多久了？对，我的新专辑《多多爱你》。在去年2024年发行了，对，叫做《多多爱你》，然后今年2025年已经在筹备了。不过真的很高兴，那么今天的演唱会呢，就由蔡大哥呢跟多多我们揭开了一个精彩的序幕。我们再一次的掌声来谢谢他们的精彩感谢，好不好？谢谢，新年快乐哦！谢谢多多。接下来要来邀请什么人呢？这位不简单，伊除了是一个歌手以外，主持节目嘛得到金钟奖的肯定。这位来个欢迎柯大宝，有请。大家好，我是柯大宝，北港我回来啊，同时嘉龙家己做好的哥哥姐姐，这条歌妈祖给我的，今仔日送给大家，好不好？好就拍婆啊！梦花开，像你的面容遐美水，小我伫咱起定迄一日。惊风吹落离枝，雨水嘛无打紧，期待着伴你相随。想当时为日子拖磨不如意，不敢想要当时才会醒。是伊温暖的滋味，用心予我信心，度过了偌济寒冷的冬天。时间到，咱就行，为心所爱的人苦行一段，沿路有满腹的感谢，为伊流一滴汗。时间到，咱就行，为心所爱的人付出一寡。永远是妈祖的囡仔，予伊来惜命命，只要我，搁有一点仔价值，世间的善良咱继续天予满。
保持着天上圣庙的名。换恁哦，咱就行行行，为伊流一支歌，时间到咱就行行行。 为心所爱的人，搁付出一寡。我永远拢是妈祖的囡仔，咱继续行。北港我回来啊！北港妈我回来啊！加油！谢谢。 恭喜！画了，大宝可能真的是很厉害哈。对啊，大宝一直致力于台湾民俗文化哈，尤其在这个宫庙方面呢，他也是琢磨甚多哈。没错，是讲为台北行到屏东，无一间庙伊无行到的，真正对吧？不敢当，不敢当，迄其实吼拢是妈祖保护咱福气啦。是，其实我较早迄阵啊，打入来即个新明的即个领域内底的时阵，迄当初我住伫南港，啊特别呢。 录影的时阵拢来北港，我就南港北港南港北港安尼一直走。南北港对，舞到尾啊咧，真吼，我行出去外口，甲人开讲，人拢甚至你即摆去 Google 就知，柯大宝哪里人？北港人。下骹有人讲我是北港人。安尼。对，因为迄个腔口叫透南桥。是。洗到尾啊吼，我的腔口拢真正变北港。你甲我10几年前的我共款，大家拢当作我住喺北港。迄是加在你尾啊吼，甲这地让互阮啊，阮才有这个发挥的空间。 其实不光是大宝跟这里的渊源很深，我记得我们呢就是那时候来体验了什么叫做北港吊天宫亚妈祖，那个盛况空前呐、是，而且这里已经是被指定为就是国家的重要民俗，而且唔难安尼，咱即摆吼全国会当讲是全世界啊，拢知影北港亚妈祖这5字，是，对，这是咱国家算讲是头几坎的这个国家指定重要民俗啦，这就是无形化资产就对啦。伫个旧年。 咱北港进香嘛，去互咱国家指定做国家重要民俗咯，来哟，这就是全国唯一，全国唯一有2项国家级的重要民俗，就伫咱北港。你讲咱北港人有骄傲无？骄傲啊！ 今仔是我头一届行麦去唱歌伫北港呢。有影，吼，啊无伊拢是教班男儿，很辛苦啊。安尼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什么代志？你头一摆行麦古里的遮唱歌，是，我就要派一个在地人出来甲你挑战。这个魔王唔捌输过，哎呦，伊有一个称号不败魔王常胜将军，掌声来欢迎苏佑荣，有请。欢迎佑荣，大家好，好哥好。 拄啊，佑荣伫边啊，你强要听袂落，一直他妈助跑，一直要走不出来。北港人。对，其实我真正是北港人。安尼你会使包回去啊？你户口嘛输人。我搁想讲，还是这一回合就有获胜了啦，对不对？直接抽红包好啊！你袂当安尼找一个户口是北港的来啦，安尼咱无通好拼啦，我后世人搁投胎来北港好啦。无啦，大宝，咱卖用讲的，咱来问苏佑荣。 经过着伊对北港的了解，咱来证明讲，伊确确实实就是北港人，好不好？好，讲到北港有啥物款的特色，你来讲几项。其实我自细汉我就爱去牛墟。好，大家说有就是有。这地号名讲出来，我就输一半。不是地号名，伊是一个市集。你看我去用纠正。没有，其实它是一个很特别，然后就是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市集，然后伊就是国历只要每逢3、6、9日，对，只要有遇到3、6、9，它都会摆市集。哎，其实做特别的哦，伊透早4点就开啊，对，然后透早4点开到中到12点，然后他卖了很多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对，民生用品啊，或者是动物也有，然后吃的喝的什么都有。你这拢困到12点的，你免想啊啦，咱4点困到12点。我特别相信，拢讲啦，我都去坐红军区啊。我最爱看的艺歌。艺歌啊，艺歌也是我从小就很期待，然后做的一个艺歌。啊，你捌办过无？唔捌啦。捌啊，对，就是今年啊啦。
咱两个，咱拢办过呢。什么北港人？我捌去用开面，你捌去用开过？我都冇开过。你迄集主持人拄是我。我迄集吼，迄老师开面本来要开规面啦，我面太快，手生给他开一半尔啦。时间无遐济，是啊，颜料无够啦。迄阵那是讲，迄阵那是咧开面开到一半，讲袂使袂赴啊，加过来啊，开一半赶紧上车。不过今天我们也非常替佑荣感到开心哈，是啊，有新专辑要发了嘛，对不对？对，现在就是已经在筹备新专辑，然后也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会发行。好，那第一回合呢，跟元宵节有关。元宵就是上元，这是咱24年开春以来头一个月圆之日。哦，所以一定是爱甲月娘有关系。跟月娘有关。所以你唱的歌曲甲月娘有关系。望月想爱人。哦，这会使无？这条会使无？有过关无？有，安尼来符合主题。有月娘，安尼我就想到一条歌叫做《月乐》。月乐，第一回合的 PK 都拿出这么厉害的歌哈，掌声给他们欢迎一下好不好？有请。好，我们让大宝先唱好不好？来，柯大宝，望月想爱人。望月想爱人。以前啊，最重要的呢，因为恁的投票会影响到这个队伍会当抽到红包无？红包啊 ！PK 获胜抽红包，有人欢喜有人忧。来，先看一下第一个数字，豆豆啊，甲看一下。有。哎呦，不可能！谁能幸运中大奖？月想爱人。手唔着举起来，这比赛了。对，这条歌会晓唱袂？会晓爱唱哦。我相信无人比我较爱你，我爱你。爱你不是一日也两日，我不敢予你孤单一个点向你，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但是我踮在他乡，就忍耐，望月想你。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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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等下大家票拢投我好不？我若赢，我户口就1000块好不？不敢予你孤单一个点向你，我希望会陪伴你身边，但是我踮在他乡，就忍耐，望月想你。谢谢。谢谢柯大宝。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苏有容带来的歌曲是《尾乐》。
陪，等甲孤雁飞，月落去送满天。梦啊梦啊梦上花，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送满天。谢谢。也谢谢我们的舞曲，谢谢电视老师们。美人姐变怎？一个常胜将军，一个金钟奖双料的这个得主，不是咱在烦恼的代志哦，咱在烦恼呀。哎呀，还是在做评审的事情啊。啊，你想好了没？想好。先跟大家讲一下哈。投那个大宝的是什么颜色？白色的是柯大宝，北色的哦，北色的哦。那红色是苏佑荣，你们两个换个位置，你们换个位置，换个位置，是红队，那边是白队，白队在这里啊。好，1、2、3，来，来看我较清楚诶。哦，来先看咱的摇滚区啦。来中选会这边已经省出来，省出来啊，票数差2票呢。好啊，恭喜苏佑荣！哇，来抽红包。你先抽出来，我们慢慢咪一下牌。好，你慢慢来哦。可以打开吗？可以，直接打开。来，慢慢的哈，让大家感受一下。来，先看一下第一个数字。一什么？不会吧？不可能那么快吧？不会吧？1万元，立刻颁发我们1万元的奖金。哇，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真的最大奖就被你抽走。这个是八杠标天朝天宫提供的，这个的意义超过1万元。是的，香火神医牛会小神医。好，谢谢，恭喜，几万够，恭喜，谢谢柯大宝，谢谢大宝，谢谢。因为你来到这袂使跟他唱一首歌啦，对啦，好不好？今天是一定要的。歌出来这首歌呢，算讲嘛是非常应景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天公听公人》，送给大家。掌声欢迎佑荣，谢谢大宝。Hello， 后面的朋友，我到台下去好了。县长好，莫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蔡董好，谢谢，新年快乐。郭董好，谢谢，你好 ，Hello， 大家好。缘分莫打扮，夫人好。无形限别人的爱，爱份温暖的世界。Hello。阮用真心来相等，谢谢。等有一天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天边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好，千万听通会当予我变成世界上水的人，天公拢会听讲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天边的苦恼。我来陪你到老，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听通，会当予我变
生世间上水的人。Hello， 哇，元宵节快乐！这个是我最新的年历，送给大家。我跟你讲，今天你真正来到现场拢是赚到，继续让大家大饱耳福。接下来要欢迎的这一位是我们的金曲歌王黄山亮亮哥，大家好。最甜 CP 大对决。两人同心过日子，幸福就是伊是有我有你。西北风，请你慢车路，阮的旧情已经予你阿嘎单哥哥。不止比歌艺，还要甜蜜3连拍。就来看看你们谁的 CP 感比较重，谁比较甜？真的、哦，甜甜3连拍，第一拍，第二拍，第3拍。你会投票支持哪一边？大家好。这不是最后的结局，请你相信我的心。这一切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小过程，我都感到袂当搁徛起，若不是天地可赐，敢还有啥物道理？但是我敢会使放弃，敢通甲流泪，我要为你活落去。我生存一口气，我嘛要勇敢去面对我的人生点点滴滴的宝贵。心点点滴滴的宝贵，是你。谢谢。大家好，我是黄山亮，新年快乐，12年行大运。元宵节你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吗？平常？平常元宵节是吃元宵，不是吗？吃元宵。我听讲咱家吼，哎，逐年拢做14嘛吼，14暝，已经唔知几十年去啊。对。对。而且我们有这个很棒的这个各种宗教仪式的活动哈，哎庙里面也有法会，对不对哈？反正北港哈，规年趟天拢就老得来，为元宵开始，为过年开始就安尼啊。上济活动，就是咱北港朝天宫。祝大家吼，新的一年吼，大家拢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吼啊，大家拢健康大赚钱，安尼好不好？好。今仔日呢特别邀请到金曲歌王来，我感觉爱帮咱个加唱几条歌。加唱几条，大来宾的时间。那是当然啦，亮哥来一趟只能唱1首歌，不可以，不可以。那我较专工的，给他唱1条，嘛是还搁送2条。安尼我安排这首歌嘛，足久无唱。好，这有说跟去年不好的过去哈，一刀两断，是切头你啊，切头你。好，好运安尼拢舍你来。对，来我们掌声欢迎1刀2断。好，表演朋友，尖叫声给我来一个！
恁的温柔，总是一句一句引人沦落情场。了别的人，付出的模样，愈唱愈忧愁。都是男人的自由，要用来斩断无结局的怨仇。飘浪的人，孤单分忧，飞袂成鸳鸯。莫用目睭一再地挽留，一刀两断，看破着离愁。请你免爱我，永远免爱我，不准你爱我，你千万莫爱我，爱轰动的我，袂当予你稳定的生活。请你免爱我，今仔拢莫爱我，你若讲袂听，搁继续拖我。我若爱你，心爱事愈痛，做我安怎担？大家好，新年快乐！要来个尖叫声！今天的朋友大家好。请你免爱我，永远免爱我，不准你爱我，你千万莫爱我，爱轰动的我，袂当予你稳定的生活。请你免爱我，今仔拢莫爱我，你若讲袂听，搁继续拖我。我若爱你，愈爱心愈痛，做业安怎担？像咱继续今摆来欢迎这位，确实是咱今摆选手内底人气非常高的。就对您的将相，欢迎我们人气超高的卫冕者魏小雨。今天不只有超强卡司接力现场，更有超大阵仗秀给你看。爱你哟咿哟咿哟咿，爱你哟咿哟咿哟咿。跳呀跳呀，西来西去，梦梦渺渺在不敌。我就是不放弃，不认输。绝对精彩，不容错过。大家好。
伤心做阿婆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月。伤心做阿婆一杯，望天替咱保庇一个月。谢谢，祝福每一位贵宾朋友在新的一年事事顺心如意，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好啦，刷落来，请大家把热情给到小雨哦。新年快乐，邀请大家同齐唱起来啦！你敢唱过心情歌咯？解透你心肝，不免专业流行声骚，早已无人嫌歹听。欢喜有出心情，惨惨做一首歌。什么旋律着对着心情行？免歹势，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唱歌。唱予伊心开活，有啥委屈，有不如意，唱唱放雨伞。现在就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唱歌，唱予伊轻松啦。我声心嘛只有情赞奏啦，望就是你，就是我。免歹势，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唱歌。唱予伊心开活，有啥委屈，有不如意，唱唱放雨伞。现在就大声来唱歌，大声来唱歌，唱予伊轻松啦。我声心嘛只有情赞奏啦，讲就是你，就是我。小雨，欢迎欢迎！哦，哇，第一次跟我们来外场，对，哦，很兴奋哦，对，好开心。而且你第一次来就来到这么大场，对不对？好荣幸。哦，而且呢，小雨呢曾经在云岭工作哈，一起南刀郎，对吧？哈，啊，厝的做营养，对吧？不是阿嬷吼开米店啦，开米店哦，所以吼就是元宵节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厝边会来粿嘛，然后来做黑营养，对的。所以小时候就对元宵节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啊！因为哈为小雨今嘛得比赛，伊嘛有一个粉砖哈啊，大家尽量去给伊按赞啊，起赞，留言加分享，因为嗰啲比赛，粉砖叫什么名啊？超级红人榜魏小雨，先把它按赞起来，好不好？搜寻起来，谢谢大家，谢谢。那马上要进行我们第二回合的 PK 哈。那我们已经知道魏小雨在这里了，另外一位，他的对手是谁？这个厉害啦！啊，小雨，你虽然是我们的选手，可是我们对你呢也不会心软啊。我们要派出这一位天王天后御用的制作人，而且又可以说是歌王歌后制造机，掌声的欢迎台语天王江志峰。哇，欢迎江哥。好，谢谢大家好，大家好，美人姐，还有我们两位帅哥主持人哦，小雨你好，老师好。这哈哎，就大顶上有一啦哈，对啊。那么，而且江哥今年也发了新的单曲，对，万月修理迄一年。哦，哎呦，今天元宵节跟月亮也有关系哈，你不会今天要唱新歌吧？啊，没有，今天没有，今天是以知名的歌曲为主，非常好听，拢就有名的歌。那先跟大家讲哈，我们第二回合就不以元宵做主题了，咱第二回合北港做主题，哎呦，来个北港有关系，
北港，啊，若讲到北港，我有一个称号啦，过去有一个称号叫做北港周杰伦。笑太大声了吧？是没礼貌的那种哦。你是啥？北港周杰伦，因为当阵哦，因为我外景啊，你行顶头啊，行庙宇的时阵哦，我唔是甲伊同款高唱，是甲伊同款唱，伫这个所在，伊遐附近的店家大拢捌我啊，所以我家己吼这个称号。接下来这一回合重点是什么？讲较紧的好，我才听过。啊，你讲有跟北港有关系，豪哥？真正，你讲伊北港周杰伦。人拢讲我是北港的董啊，因为神头的头拢无摕落来，对不对？足无礼貌的真正。那先问一下，你们这个北港跟北港有关的这个主题，你们要唱什么歌？就我们2个了，好不好？是的。北港妈祖上听我。非常直白。OK， 好。你们2个要合作，这是我的单曲，最早的单曲。那你呢？江哥是，那你就没得挑了哦。你就是搭美人姐了哦！哇，对啊，男女配嘛。如果跟美人姐，那就不用比了。你搭我，我们就是说稳赢还是稳赢了？稳赢了，好好聊好不好？我们两个合作，可是要跟北港有关系，介绍一下。有。我们的这个歌曲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2个非常优秀的在地的这个表演团体，一个是北港新街金龙团，加上五地创意舞蹈团，他们要演出的这个这个主题叫做水族镇。第2回合厉害哦！来，我们马上进行第2回合的 PK， 掌声欢迎他们。好的，咱先来。好的。好，太棒了！也是第1次跟小雨合唱。谢谢昌宪哥，谢谢我们亲爱的超天宫，还有我们的妈祖。多谢咱的妈祖婆促成我们这一首歌曲。风雨有偌大，风也大，雨也大。北港妈祖陪我行，不惊世界多变化。阮勇敢向前行，赐我变身小飞侠。千里眼，予我袂不洒洒，顺风逆雨，歹人披披带。成败拢有天注定，无怨天，无怨命，北港妈祖上疼我。风雨有偌大，风也大，雨也大。北港妈祖陪我行，不惊世界多变化。阮勇敢向前行，赐我变身小飞侠。千里眼，予我袂不洒洒，顺风逆雨，歹人披披带。成败拢有天注定，无怨天，无怨命，北港妈祖上疼我。千里眼，予我袂不洒洒，顺风逆雨，歹人披披带。成败拢有天注定，无怨天，无怨命，北港妈祖上疼我，北港妈祖上疼我。谢谢北港妈祖上疼大家。好，现在让我们欢迎江哥以及豪哥带来的《爱玲最 lucky》。耶！各位现场的朋友，把你们的双手借我跟江志峰，好不好？是哦。
我有纯纯的风，愿台天惜我年哦，只要有我的照顾，头前的路我艰苦，免你来操劳。暂时来快乐过日，心事终于等一啊，真心来敬你一杯满满喜过生。爱你哟咿哟咿哟咿，爱你哟咿哟咿哟咿。水落去，莫想过去，过去算什么？爱你哟咿哟咿哟咿，爱你哟咿哟咿哟咿。有一个无爱你，我的爱人坠落去。暂时来快乐过日，心事终于等一啊，真心来敬你一杯满满喜过生。爱你哟咿哟咿哟咿，爱你哟咿哟咿哟咿。水落去，莫想过去，过去算什么？爱你哟咿哟咿哟咿，爱你哟咿哟咿哟咿。有一个好安尼，我的爱人坠落去。哇，太谢谢精彩了！谢谢我们的水舞镇，谢谢每位老师，水谢谢，好漂亮，谢谢各位老师，就澎湃哦。把杠在我头看听起来好好看哦。好了，接下来就是各位评审老师哈，传浩维啊，准备好了吗？来，再提醒大家一下。好的，我们江志峰老师是红队，是，然后我们的魏小雨那边是白，我们是白哦。好，要选好哦。选好了哈，我数到3，1、2、3。哎，好，中选会啊，红色遥遥领先。 OK， 好，好了，恭喜我们的差不多了。江哥，谢谢，抽红包，抽红包啦！我们赢在哪里？我们赢在水族镇。真的啊，老师跟你们没关系嘛，没关系。你娘在狼追啦。这样了，好了，你们抽给我们了。好，好像也可以。我们眯一下牌哈。大奖还有哦。哎呦，一起眯一下啊！怎么那么多张啊？哎呦，来慢慢的啊，来看一下，有可能是。该不会又是1万吧？1，来，1，多少啊？1张主持人的签名照。是。来，这个我们来搬就好了哈，这个不用。这个不容易不好拿这个是所有里面奖项，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对，真的啊，你不要再强颜欢笑了，好不好，江哥 ？OK， 好。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朝天宫的香火神医，好，谢谢，恭喜江哥。好。这是我今年这个元宵节呢收到最棒的礼物，今年被翁啊了，今年要发金。而且你拿到这个礼物的时候，魏小雨在旁边说：“哦，还好不是我赢。”对啊，没牙都后，没牙都后。其实这个礼物真的最好，你不知道吗？有，这个比现金还好用，真的。对，反正我喜欢这个东西。千金难买，好吧？对不对？再希望你带着愉悦来介绍下一首歌曲。来，安排继续非常好听哦，也是这个陈百潭陈大哥的歌曲，叫做《初恋》。初恋，我们来欢迎江哥。
好，接下来呢，安排的是志峰自己的歌曲哦，基隆给你的歌，来安排这首《失去你的梦》。哎，听说可以下去，是不是？要我下去吗？好，那我就下来了。这个后面的朋友，元宵佳节愉快，新年快乐！风沙滚滚吹散了爱，我是漂流的一粒尘埃，浮浮沉沉茫茫世界，迷乱的心敢有通解？对落漫长的深海。也是对你痴心不改，再会吧，天边的云彩，不知什么叫做自在。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证明这段感情的失败，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不管过去偌济的伤害，浮云如烟，雨风吹散天涯。来，再大声一点，来！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证明这段感情的失败，已经关系了你的关怀。如今轻轻叹一声无奈，我在失去你的梦中醒来，不知该欢喜还是悲哀。不管过去偌济的伤害，浮云如烟，雨风吹散天涯。浮云如烟，雨风吹散天涯。谢谢，谢谢。下礼拜你最爱的全球巨星陈梦贤来了，红地毯可以走呢。这次陈梦贤再进化，带来大阵仗演出。还有更多好歌要唱给你听。工课到做好比拼汉草，比我才是最佳的男主角。精彩内容都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本节目由安美诺美白修护霜冠名赞助播出。